由担市政府、台湾 SDGs 协会以及嘉南药理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永续发展交流论坛，特别邀请来自日本和工大学等5位日本学者出席，就希望针对健康、医疗以及环境所面临的挑战，会当亲力交流学习。会中双方都来互相赠送纪念品，希望友谊久久长长。嘛，共同完成 SDGs 的17项指标拼图，为台南健康城市尽一份心力。希望我们每一次的论坛都能够将这个所有的17项 SDGs 目标达成。我们将透过跟日本伙伴的长期合作，韩式将持续强化在地以及国际间的 SDG 交流。我们将致力建设一个健康美好的一个城市。台湾跟日本有非常多地理环境、人文、文化、科技的发展是不太一样的哈，但是双方的这个创意发明跟科技实力以及执行的经验，这个是我想非常重要的。也可以在这个场合里面做这个交流啊，我想大家可以触发非常多的这个 idea 出来啊。据了解，今年淡市不止得到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论坛创新发展奖，在远见天下杂志的调查当中，在全台湾社会福利部分嘛摕下第一。所以透过台日双方的对话合作，为台南的健康城市发展提供更较侪参考甲启发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